自2017年5月7日起，加拿大中信中心好榮幸同加拿大紅十字會合作，成為全國首個正式提供紅十字會急救培訓嘅機構。多年嚟，我哋透過200多間教會及全國華人社區提供急救培訓，幫助無數人士掌握拯救生命嘅技能。我哋將繼續致力於服務教會同社區，並提供中英文授課，確保更多人能受惠。加拿大職業健康與安全中心 CCOHS 指出，所有加拿大人都有權享有健康安全嘅環境。喺我哋社區入面，意外可以隨時隨地發生。喺學校、公園、家庭、聚會場所，甚至日常生活中。問題係，你有冇準備好應對呢啲緊急情況？急救訓練唔係只屬於專業人員嘅技能，係人人都應該掌握嘅基本知識。喺關鍵時刻，你嘅知識可以改變別人生命嘅結局。急救訓練唔只係個人技能，仲係令社區更安全嘅共同責任。當每一個人都掌握急救知識，突發事故出現時可以降低傷亡。BC 省政府已經立法，2023年開始，所有中學畢業生必須要學急救課程。而根據 BC 省健康及安全局嘅指引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， 除咗公司工作範圍內需要急救員外，社區嘅各種活動都要求有急救員當值。急救訓練教曉我哋應對唔同嘅緊急情況，包括心肺復甦 CPR 急救，用簡單嘅步驟拯救生命；梗塞、中風、癲癇處理，可以即時穩定情況，爭取時間等待專業救援；日常受傷處理，應對割傷、燒傷、扭傷、中毒或者跌倒，減低進一步傷害嘅風險。你學到嘅技能可以喺家人暈倒、朋友受傷、職場甚至陌生人需要幫助嘅時候派上用場。從2017年10月至2025年3月，我哋喺大溫已經訓練咗2022名政府認證嘅急救員。佢哋嚟自唔同嘅背景，有啲係工作上嘅需要，亦有因為要照顧家人。安全係由你開始，參加急救訓練，成為守護生命嘅人。我哋期待繼續呢項重要嘅使命，我哋一齊努力，建設更安全、更溫暖嘅社區。